A 空好家園阿唐 A 空好家園永寧，歡迎大家收睇 A 空好家園嘅頻道啊！係咁啊，上一集咧就拍咗呢個十里銀灘嚇維港半島嚇，咁啊旁邊呢個盤咧亦都係碧桂園咧巨資打造嚇，咁啊呢個咧半海雲山，哇非常之正嚇，山林湖海全部齊晒啊！係咁啊呢個盤咧8000幾畝嚇，咁啊其中咧有300畝嘅呢個天然湖啊嚇，係咁啊大家睇到有好多嘅有啲遊客。基本係業主啦，係家庭啊呢啲過啊！嚟，大家睇到啦，買喺呢個位置嚟講，真係享受嚇，有度假 feel 啊！真係有度假 feel 啊！咁啊，呢個樓盤咧最吸引，我覺得都係別墅，因為近期咧我哋好多客咧揾緊啲200幾萬出頭嘅呢種大裝修嘅別墅，所以大裝修嚇。咁啊，如果你話毛坯咧，又自己裝修好麻煩噶嘛，係嘛？咁啊，再大裝修咧就自己咧稍為精裝改咗下就搞掂啦嚇。咁啊，依家咧咁啱有個新貨咧推出嚟有特價啦嚇，同大家講講嚇。好，咁啊，大家睇到個沙盤，哇，真係好正嚇！咁啊有3期開發啦 ，A 區、B 區同埋山上面少少 C 區嚇。咁啊，依家咧最主要賣緊嘅咧就 B 區，B 區咧第一排咧就係咧大雙拼，啊大雙拼咧係好靚嘅，個視野好。咁啊，第2排、第3排、第4排咧就係聯排別墅，嚇，所以聯排別墅咧係真係性價比好高啦嚇。好，咁啊直接咧去到 B 區嘅產品嗰度咧。睇實物嚇，因為咧乜都唔及實物嚟得快嚇。現樓好靚啊，個積做得嚇，價錢又低一個。好，咁啊，我哋咧就從 A 區咧穿過去 B 區啊。咁啊，大家睇到咧 A 區嘅入住率咧都好高啊，80%到啦。咁啊，呢啲全部停晒車嚇。係種晒花園㗎啦。啊，真實老實實，係真係全部都裝修咗，全部都搞晒花園，停好車嘅。嗱，俾大家睇，係嘛？咁所以講有時航拍咧枕落嚟咧，你個效果未必睇到，真實嘅入住率睇唔到。咁啊，依家咧真實呢啲鏡頭全部俾大家望到。個花園都唔同嘅。係咯。啊，發展商係送裝修，但係花園咧，全部都係業主咧精心打造嚇。係。哇，真 OK。嗱，住喺呢區咧，個個都係好㗎啦。呢度咧就係分水線，嚟到呢邊就 B 區，即係喺度在售緊嘅。好。好，咁啊呢度啊到咗 B 區啦，重點就賣緊 B 區啊，全部都前後花園嘅。好，咁啊到咗啦嚇，咁啊呢個咧就 B 區嚇，咁啊前面咧就雙拼啦嚇，咁啊呢度咧就係聯排別墅，4聯排嚇，咁啊01同04咧就端頭，02、03咧就中間戶嘅嚇，咁啊價錢都差唔多嘅嚇，咁啊同大家講啦就中間位嚟講咧，同埋呢一個端頭咧都係146平方，建築面積啊，係啦，咁啊可以咧用到4層樓。買2送2，係即係買2層送2層。係啦，買上邊2層送下邊2層，一共可以用到咧端頭位550方，中間位嚟計咧430方左右，前後花園嚇。好，咁啊，實際上咧就5、6房嚇，咁啊你經過咧空間嘅拓展咧，可以用到咧大概10間房啦，完全冇問題啦嚇。咁啊呢啲位置咧最主要咧都係停車使用啦嚇。咁啊呢度咧就係自己去整翻，我覺得呢度係真係整翻個桌球啦，幾好啊，係嘛？係啊，真係唔錯啊！拓展空間非常之大。大裝修啊，咁啊個空間嚟講咧，大家睇到啦，個開間係夠足嘅，相當於好似商鋪咁樣2個門面啦，係嘛？咁啊你個發揮空間就會大啲啦嚇。咁啊通常咧別墅咧1樓都係娛樂為主㗎啦，係嘛？好，咁啊呢度咧係有個洗手間嘅，公衞。咁啊大家睇睇啦嚇，空間都夠嚇。咁啊呢度咧都仲可以整啲雜物咁樣擺擺啦，訂製櫃咯。係啦，咁啊而且呢度咧有個天井，採光井。呢度咧就寵物間又得，我覺得喺呢度做廚房，如果係我就會咁做。多種選擇咯，因為唔同業主個需求唔同。6米嘅樓底高，有個玻璃採光井。呢度咧做廚房，我覺得發揮個空間好大。係啊，因為我好客咯，多朋友，呢個事實嘅。咁啊呢度咧最主要就睇電視啦，娛樂嘅地方啦，影音室啦，係啦。嗱別墅咧一定要有 lift。係啊。嗱呢個位置咧預留咗個電梯井，我哋分俾大家睇嚇，6人位咯。幾隻係嘛？全部直接通上去。啱好一部專用嘅別墅電梯。所以係可以咧並存咯。係啊。樓梯同埋 lift 並存，呢個係最。樓梯都唔使改啊。係啦，好，我哋上。好，咁啊上到嚟2樓咧，發展商咧直接做咗咧就交樓標準，就比較直觀啲。咁所以講咧就幾乎都唔使話點樣去精裝改造啦，係嘛？好，咁啊上到嚟2樓，咁啊呢個位置嚟講咧就可以啦，整啲書畫啊、琴棋書畫各方面咁呢啲手工啊都係 OK 嘅嚇。
好，咁啊呢個位置咧就唔好嘥咗咧，可以做啲咧櫃咁樣啦，都係 OK 嘅嚇。好，即係空間好大。係啦，咁啊呢個咧就宮位啦，宮位嚟嘅。係啦，咁啊呢啲位都唔好嘥啦，係嘛？咁啊每一層咧都有個角落咁樣嘅嚇。好，咁啊呢啲咧全部都係做好晒嘅啦。係啊。嗱呢啲中央空調咧全部都係做好晒，天花全部幫你搞好嚇。所以講咧就4層樓如果自己做裝修咧都要百幾萬嘅。咁所以講就呢個總價230萬包唔咗。哇！真係性價比非常高，真係抵到咧。以前你過嚟買冇呢個價。嗱，大家睇到玻璃，我哋再睇埋呢間房。好，咁啊呢間房咧係真係哇，差唔多有半層嘅空間㗎。係啊，套間衣帽間都有。係啦，咁啊呢度咧就衣帽間，嚇，咁啊呢度咧就3段式嘅，嚇，做浴缸完全 OK。係，連埋套間。目測咧就係1.5米度咁樣啦，嚇。係啊。好，咁啊呢個咧房間咧一樣係有天花同埋中央冷氣嘅，係做得好好啊嚇。呢度都可以做緊書房，係啦，冬天啊。係啦。咁啊，書房又得，衣帽間又得，嚇咁啊！你想衣帽間大啲，就做喺呢個位置，嚇咁啊！如果你話想學習台嘅、電腦台嘅，就做喺剛才嗰個位置，調過嚟都係 OK 嚇。咁啊，呢度咧個大露台啦，嚇咁啊呢種別墅咧好多人中意，因為咧佢停車係可以揸車入自己屋企，就唔需要話咧停喺地下室撳 lift 咯。係啊，嗰隻就係其實好多華僑係即係有啲比較專屬性嘅感覺係啦，尊貴性啦。咁啊前面咧大家睇到個樓間距咧。係 OK 嘅，係啦，就唔會話咧小橋流水咁樣1.1米咁樣。嗱，好多客唔中意嗰啲，因為密啊，因為密啊。咁呢種咧有個大嘅空間咧，個私隱性大家都好好少少咁樣啦嚇。好，咁啊，其實呢度咧仲有間房嘅。係。咁啊呢間房咧就可以作為間客房咯，空間都非常大。係啦，咁啊呢間房咧就20方度啦，係咪？大面窗啦。好，我哋繼續上。好，咁啊上到嚟3樓啦嚇，咁啊3樓呢度咧就係入戶啊，咁啊呢度仲有一個花園，前後花園嚇，咁啊從呢度嚇入到嚟，大家睇到啦，出到嚟咧就係一個咧後花園。係啊，大家睇到呢個空間係好好嘅嚇，前後花園咧加埋都有100個方左右啦，即係1000尺咁樣嚇。咁啊再次入翻嚟咧嚇，所以咧。呢個別墅咧係接地氣嘅，有2種入戶嘅方式，有天有地，有天有地，前後都係通透，而且咧個露台都係可以用到啦。咁啊，依家大家睇到嘅眼見即所得，包埋呢啲鋼筋門、智能鎖，全部都係有晒。嚇。咁啊，呢啲咧好大氣啊，因為本身咧別墅佢做得高啊，係啊，呢啲門楣啊做得好。係啊。咁啊，呢個廚房全部都係家父標準啦，嚇雙門雪櫃啦，3件套啦。係啦，廚房真係用得好好嚇，個空間感係十足嘅嚇。咁啊！依家大家睇到咧，就唔係簡單式嘅，送啲簡單式嘅裝修俾你，係做得好好嘅嚇。即係有天花，有隱藏空調。咁啊呢種咧就偏灰色啦嚇。通常別墅都係用呢隻嘅啦，現代 feel 啲啦嚇。咁啊呢度咧仲有一個大露台，即係意思講係2樓同3樓都有一個大露台啦。係。空間感十足啊！咁啊你話可以考慮咧就封窗就得，其實別墅唔需要封窗，因為本身入面個空間已經夠大。空間已經夠晒大啦。嗱，大家睇下。嗱邊位咧就會多咗呢一橛啦，嚇整體嘅空間就會多咗呢一橛嚇 ，OK 嘅嚇，咁啊唔好睇少呢個位置喎，呢個位置都300尺啊，係嘛30平方嚇，咁啊群山環繞啦，個環境遠處就可以望山景㗎啦，係啦，咁啊翻嚟個鏡頭咧係做得好好嚇，咁啊4層樓嚟計咧，如果做電梯可能15萬18萬到咯，嚇咁啊睇翻你邊隻品牌嚇，咁啊整體嚟講咧，房產證146可以用到500幾方。係真係好震撼咯！個贈送係好大，而且咧每一層幫你裝修好，每一層嘅空間配置都已經幫你諗好啦。啊，呢個係幾乎都唔使話精裝咩精裝改造，我睇下。咁啊，每一層咧都係有洗手間，有工位嘅。係啊，呢個最好。好多咧就我哋見到有啲別墅咧，有啲負1樓、負2樓係冇洗手間，呢種就未必好。但係層層有洗手間，再加埋有 lift 井，呢種係最正嘅。方便啊嘛。係啦，繼續上4樓。好，4樓咧就休息空間為主嚇。咁啊呢間咧就套房嚟嘅。咁啊大家睇到個空間，木地板、金屬嘅地腳線，係真係做得好好。而且佢每間房呢個吊頂都唔慳。係。你冇睇少呢個吊頂啊？如果你話加埋寬盤機咧，咁樣去做啊，成皮嘢嘅呢度。真係唔少嘢嚇。咁啊呢個大嘅飄窗啦嚇。咁啊大家可以參考翻你自己買家私家電點樣去配置翻呢一個嚇咁樣嘅裝修嘅搭配啦。OK 嘅嚇。好。咁啊呢個位置。無可否認，主人房嚇好，咁啊呢度大嘅衣帽間，呢度有窗嚇，咁啊呢度咧殺過嚟，
呢度可以擺張2米嘅床，完全 OK， 一樣都係有天花嘅嚇，美觀好多，因為佢本身咧別墅個樓底高係做得夠高嚇，做咗天花都靚仔嘅嚇。咁啊呢度雙盤啦嚇，所以咧綜合嚟講咧，碧桂園嘅別墅嘅產品嘅設計係會好於其他發展商，呢個係真實嘅啊，呢個真實嘅。好，咁啊又有一個大露台，即係意思講係4層樓有3層都係大露台，係啊，真係好震撼。而且越高咧望得越遠啦，係啦，遠處嘅景觀都唔差嘅。群山環繞，啊前面咧仲有啲梯田啊，做得好好嚇。咁啊呢個咧人哋裝修緊啦嚇，裝修緊咧就上面用個天台咧係做緊防水，咁所以講咧啊呢個係可以用到天台嘅，嚇咁啊到時咧呢度可以做個旋轉梯上。嗱好多嘅別墅咧，佢係唔允許做呢一個鐵露台嘅，唔可以用嘅。咁啊呢個樓盤咧係可以用到嘅。咁所以講咧就又多咗大概有80平方至到100平方咯。又可以拓展多啊。係啊，又可以拓展多一層咁樣啦嚇。哇，上5樓喎。係啊，真係不得了。因為真係送天台啊嘛。最主要咧，佢4樓上5樓之間嘅天台，佢係幫你樓梯都做好。係啊，好多發展商係第一個唔會幫你做，第二個咧佢係天台唔會幫你做裝修咯。係啊，所以講你真係做得好好嚇。咁啊，可以講係4層半樓啦，可以咁講啦，因為呢嚿嘢都係噶嘛。其實係5層啊！你如果搭到陽光房，搭到陽光房係5層。咁啊睇翻你自己啦嚇。咁啊，所以講咧，市面上好少別墅咧可以用到露台啦，因為有時咧物管啊同埋嗰個設計嘅管制各方面。咁啊，所以講可以用到露台咧，我覺得買一個別墅，無論唔理佢咩價錢，如果你喺8月15唔可以喺天台賞月咧，我覺得一啲都冇意義。咁所以講咧，有天台同埋冇天台係真係唔同。你喺個露台，我雖然知道咧呢層樓有4層樓有3個露台，但係喺天台完全唔同。好似嗰啲已經係搭緊陽光棚㗎啦。係啦。咁啊，大家睇到啦，有板有樣嘅，咁啊4層半樓啦，咁啊價錢嚟講咧230萬，咁啊可以用到500幾方4層半樓，咁你搭一搭咧，其實就真正意義上係5層樓啦，咁啊呢個咧就性價比十分之高啦，可以講係賺頭蝕尾啦。咁啊之前咧最早 A 區係賺咗錢嘅碧桂園，咁啊依家 B 區嚟講咧可以講係半買半送咯，係嘛？你諗下230萬。買5層樓，係嘛？帶埋裝修，有 lift 井，係嘛？而且咧，前後花園，南北通透，有天有地。咁啊，大家睇到啦，呢個景係好開揚嘅。好咁啊，歡迎大家咧過到嚟實地考察啦，打以下3個電話其中之一過到嚟實地考察，歡迎報名。咁啊，出庭見啦，拜拜。